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面頭劉浩明，歡迎收看福喜來。其實對幾多上海人來講，畢業以後去外面這條路係的幾從會看到的情形。但是我哋今日介紹來賓尊名，一般細細都睇面容，後來嘛會常常聽我哋面容啊，大大細細嘅音樂啦，然後戲劇嘅發動地方看到伊嘅聲音。而最主要係希望講，伊可以透過伊自家嘅發動。把讓人強留下一啲唔會後悔的記憶。我哋今日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尊名來欣賞。尊名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高雄美濃嘅尊名。尊名啊，想問一下吼，因為我哋最近第一擺看到你嘅聲音係我哋一擺我哋樂隊客家嘅總統劇場嘅啲發動地方看到啦，吼。但是其實喺地方都發現到講，人表演唔像伊啲我哋講形式啊。哦，唔像伊啲形式。以前係咪有參加過音樂啦，無論係戲劇也要表演咯？係主要最開始係主要係音樂嘅部分啦。係，佢因為開始啊咯。其實我係細其實係教運動嘅。哦，係啊。國中嘅時節啦，看到同學喺教吉他，感覺哦，安尼幾奇特呢，因為開始有興趣啊，每年講下體力好嘅，啊聽落去好安尼。最早接觸音樂係一個時節。其實我哋今日講開來翻嘛，佢特別講唔算還是係算體育班嘅啦，係咪？係。咁到體育班會幾時看到人家教吉他，是因為潮濕麼嘅咪咯，還是講？冇啊，就但係好彈歌嘅。係。啊，看到朋友用吉他彈出去個好嘅歌，就被吸引到了。跟住後來又落去學吉他咗噶啦。咁本年係嘅學嘅過程裏邊嘛，俾我唔知個感覺到有幾多嘅，感覺到幾多興趣。就主要係幾有成就感，做得彈出去個平常幾好嘅歌啦，啊衝出來啊，就當然聽當然歡喜安尼。咁你翻唔知㗎，譬如講，我哋學按到和弦啫嘛，譬如學吉他要學和弦嘛，嗬。咁你學和弦嘅時間，我又想我講，有可能我有一啲機會自己做一條歌。嗰時就係冇乜嘅基礎，唔敢上咁多。啊，後來就慢慢地引導，開始會上去自己試看下先。啊，上去試看下先，嘛同等下一講到去參加青少年創作專輯有關係安尼。怎麼講？大下人講會講到有關係咯，因為講一個場地不是喺度有線上教嗱，還是講即個有發現到講，唔可能可以去參考乜嘢作品，結果去比賽咯。主要係嗰時就參加嘅青少年專輯嘅寫歌詞嘅課程，咱發現到其實係做得去試看下先嘅，做得去創作嘅。怎麼嚟講？即係寫歌嘅學習嘅過程地方，你就發現到講，其實即個可以用講可以迅速嘅把嗰種我哋呢種情景啊，把它寫成文字係咪？媽唔係講啊，佢會寫，只是講啊冇試過，要不試嘅感覺唔會差，安尼。透過一種方式做得緊自己嘅心情啊，記錄下來。像唔真係安尼，可是我感覺到講，即個可能可以寫詞，然後又會彈吉他時間，我發現到講。你算是一個被體育耽誤的音樂人嘛？媽唔會啦。因為我這麼嚟講，唔係迷得人攞下詞呢。因為講，比如講有一百嘅情景，冇得把一段故事變成幾行詩哦，冇咁簡單呢。係尤其係講你用一把一啲人對一啲人嘅感覺變成一啲文字嘅時間，一種能力唔係迷得人都有啊，那東西。過獎了。可是我幾時都發現到過，你就歸好你講音樂上面嘅嗰種安排，同時嘛對文字嘅部分嘛安排歸好時間，後來又把伊調空了。我呀就自己教啊，我被彈，我被衝，看他衝得多嘛，佢好彈嘅嘛，就係說弄下你應教，有時間就會好彈，有時間就自己嘛感覺唔好彈，咁我因為其實地講，美濃對我哋樂隊來講，我發現是幾套我哋應該新嘅客家嘅歌曲，全部大部分我唱歌嘅人全部睇美濃啦，好比如孫祥啦、俊傑啦嗰度。咁唱到嘅前輩，按這個有美濃人，對你有影響？主要係喺聲響上對我個有影響，因為
像少年全是含喺沈雄先生制作嘅。啊，因韩式就伫啊，俺哋闽南状况有一个客家歌手，叫做林沈雄。不过嘛有每个人是一个人，唔会主动去弹客歌嘅，唔会主动去弹沈雄先生嘅歌嘅。迄一直到像少年全是第一年俺冇参加，因为俺唔伫啊有一个发通，后来俺伫啊演全是发表伫闽南状况表演，啊俺就有喊俺就去看，嗰時俺就被惊讶到，講喏客家話做得從啊按好彈咯，啊主要係嘅嗰條歌詞攏係嘅好生嘅寫嘅，對我來講也係一個很新奇的事情，啊嘛佢有興趣，所以我嗰時就同自家講啊，哦有聽呢人，我一定會參加。再講過嚟講一條客語音樂界的前輩，就因為參加嘅一個發通認識嘅沈雄先生，咱開始。研究客家歌嘅啊，去談看下先，研究沈雄先生嘅音樂，咱發現到啊，音樂喺台灣嘅歷史啊，還是文化，都佔有蠻重要的位置，就轉變歸欣賞也幾欣賞安尼。幾時就差唔多到四人即個？國中3年生。國中3年生，因為其實像頭頭伊講到講，以前有啲沈雄，吼，然後但是其實嗰時候談也歌嘅。其實也歌嘅有一啲，你像頭頭講嘅，有一啲歷史感。也俾歌嘅後尾其實，尤其最起早期嘅歌，其實也後尾有啲歸太嘅時代嘅故事。譬如講菊花也行卷，其實你講嗰啲經濟嘅經濟社會地位，我哋啊講於 WTO。記得睇社會發生嘅嗰度事情，嗰時講到講，對於個人年紀個大，冇得講個唔係有嘅時代嘅人嘅話，其實有時聽下歌，我感覺到佢重啊，佢沉重。好，嗰可能對人嘅長少年來講嘅話，其實真係我談唔成啊。可是喺你這個國中3年生，佢是研究沈雄嘅歌嘅時間，你這個喺地方度看到係乜個東西？因為人家人看到同睇人談到嘅東西，可能完全唔一樣。我做啲分享一個我當時就聽到最感動嘅歌嘅，係《封神演義》，就係講阿桑後生出去這條路打拼，啊個會失敗歸來家鄉嘅故事。嗰時我就聽好，像他嘅桑啊、鑼鼓桑啊，嗰度係迄個無接觸過嘅，我冇想過做啲表演一條歌嘅地步。嗰個雖然我唱國中3年生，嗰時我上高中。你完全係唔全離開闽南去生活，不過一條歌嘅歌詞啊，嗰種有啲係自家嘅母語客家話，聽起來就帶蠻親切又有穿透力。雖然我唔全離開闽南，不過一條歌嘅嗰種帶我行過一個春外打拼，又在歸來嘅歌唱安尼。嗰時其實睇幾年紀嘅時間，如果聽過一條歌嘅時間，如果對一條歌嘅地步講嘅嗰條故事啦，無論嘅阿桑嘅伊啲歌唱，如果表唔感覺到幾感動嘅。佢有幾感動，佢有畫面啦。我請問一下因為地步用嘅軌道我就愛想下，那我聽得到上嚟睇到伊開始嗰種，我哋講更遠之嘅嗰種摩打聲，聲音嘅聲音。這個你年紀嘅聲音有聽過嚇？有，因為盧卡有種田，所以。嗰時聽過嘅噠聲音，嗰時他嘅聲音點嘛有多少有聽過？他嘅聲音講冇記憶，可能我沒有風啊，難會聽得到。嗰時，但是對我哋亞人台人來講話，其實像頭講嘅更遠之，其實我哋以前萬歲時常都會聽到。然後他嘅聲音，因為他嘅聲音喺客家嘅發音地方好，因為客家發音常常會睇婚喪喜慶，啊尤其係他嘅喺算是我哋發音地方佢重要嘅角色。啊，有時他嘅才藝個悲傷嘅時陣，他有啲講啊，可能係壞事，個跳嘅時間，節奏個夾嘅時間，好多戲事。嗰時候其實他嘅對我哋鄉下人來講，我話以特別有意思，尤其係一吹出來嘅時間，我感覺到講嗰種某一種氛圍就被框住了。嗰時候其實我咪講好幾條歌嘅，幾條歌其實對我哋算是早期我哋都。喺鄉下睇，然後去讀書讀書，雖然講唔係像阿生係安尼過來，但是每個歸鄉嘅過程裏邊，其實多多少少如果有安尼講，回到故鄉又唔知要做乜嘅事情，但是睇外面睇環境，其實有改變安尼嘅情形。嗰時像安尼，像我哋講以歌曲來說的話，也比較像是敘事的一種歌曲。
像安尼用讲故事的方法一条歌的吧，迄个有影响到你自家的创作的一个形态。啊，个我其实唱歌的就伫个好心人用来写歌的，所以我多方的涉略，知道我也给人一条歌的，迄乜个方法去写嘅，就嘛去慢慢的吸收，看看能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咁迄个有讲天意家有去参加，迄个有参加冇？有。啊，作品係乜呀？天意家我嘛想同去報名寫歌詞嘅。寫歌詞。啊，不過幾年歌詞冇俾人選錯，啊我嘛冇講啊，唔會講啊幾失望啊，就講你試過啦，係啊。只可那是呢，反正冇試過。後來人有公布講啊，我選來唱歌嘅學生嘅，就看到就眼睛一亮，然後。我歌詞冇本人選都唔怕，我遲陣我上年嘛去提，所以就去報名，啊就歌手海選安尼，我就嘛過順勢就選錯嘅，也係嘛喺我第一擺去錄音室底邊錄音。咁你發幾擺創客個錄音嘅嗰種感覺，還記得冇？嗰種印象啊？記得啦，因為冇試過咩，一下子戴那耳機，彈到去改嗓音，關唔關係？這麼關唔關係？就。但蠻清楚啊，但蠻清楚。把個缺點挑起嘅聲音啊，攏口水音嘛，個錄堂嘅聲可以清楚。啊，好卡在嗰時嘅幾多先生、沈雄先生啊、子軒老師、米莎老師，也攏但蠻用心嘅啲教我哋。咁種嘅其實如果一擺經驗以後，你對創作還有嘅做一啲歌，做啊，還有做變成一啲專輯嘅部分，應該都感覺到講幾好搞吧？嗬，幾好搞，因為人其實係寫就有一條基本，係感覺但蠻貼切啦。咁你發有想到講喺邊度愛行嘅音樂條路冇？啊，喺上嘅詞困那時，就會貼切去好好啊感受生活，有乜嘅靈感，做啲記錄下來，就會介意寫下來。寫歌嘅還有寫歌曲嗰件事情，其實唔係每個人都會，但是伊係一個體驗生活，還有記錄生活一個最好嘅工具。有時下我哋行下台話嗰度嗰前菜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就來自美濃嘅尊名，同你講，伊係因為開始做音樂創作嘅。個後來唔知個參加嘢啲嘅天意家同天意家冇嘛嗬，然後參加天意家以後，後來話繼續參加也嘅音樂嘅創作嘅發動冇？有第三屆繼續參加，個再接再厲，繼續寫歌詞，我一擺就把歌有進步嘅歌詞有本農村武裝青年嘅阿達貴獻唱，對，剛才做 Q 安尼。哦。好，迄個，但是你還是堅持於寫詞都錯嘅，冇想到要把自家嘅詞跟曲加上來。哦，嗰時嘅伊個流程係，我會送一個歌詞嘅上課，睇下寫，學生嘅寫，我會教出去，再有一條音樂人來去選，一條歌詞伊個有感覺，去選伊來由音樂人來解做 Q。好，嗰時嗰時嘅有一條。有一啲詞歌詞都被讀到嘅，啊，幾條歌詞係講乜嘅喏？一條歌嘅名叫做尋東西嘅尋，但係係寫我阿媽嘅故事，主要係我喺思考講啊，我阿媽和我看伊安尼，明年當鬼無限，一太早放起來就會去北港創業，去菜市場賣菜，然後當煮菜，夏天就安尼，佢照顧我哋全家人啦。就會反過來上來去講，我嗰時就19歲、20歲，啊，我有幾多想做嘅事情，幾多夢想，啊，我啲計劃按樣嚟做。不過從不是會同阿媽講伊韓式嘅故事，伊係呢錄下嘅最大嘅聲音咧，所以可能14歲、15歲就會去做些，去聽書圖弟弟妹妹，我就會想，阿媽按後生就。老輩做些，我有幾多經驗，我負責。啊，伊有自家嘅夢想冇，伊有自家好嘅東西冇。冇聽錯，伊想去做先生啊，係咪？伊好唱歌呀，伊好跳舞啊。啊，捱唔掂，因為捱嘛冇悶。我係就會去想講啊，係唔係伊嘛有一個自家嘅夢想，自家想做嘅事情，係你想去嘅地方，但係因為一條生活嘅壓力。冇辦法去
用伊过蚩尤的过蚩尤吃菜做起家，就摕写一个故事，讲啊伊啊安尼无限啊，还有过头天无相戏啊，但是在困到夜下，阿嬷依然过坚持讲啊，我拜天公、拜土地公，求的迄一个希望有卡做的家好办事情啊。我伫在想，迄个阿嬷其实一生人伫亲的，就迄夜下有卡做的平平安安安尼。有创本阿婆汤无？有啊，嗰时节专辑表演的时节，过紧张，因为阿嬷就伫台下。这么好能无呢？因为至少听迄讲，伊迄阿嬷迄算是一条歌词的主角。嘿，做得安尼讲。听伊咧讲，伊迄用伊也要顺的角度去，安尼讲诠释，去想伊阿婆倒台湾有伊即个，伊年轻时就有伊即个上的梦想嘛。因为其实就像人家生意一样个呀，比如讲，我哋年轻时都希望讲，害怕做某个东西啊，做某个东西，各种事情要安排。但是对今年推人，真是19岁，无讲14岁，可能10岁要照顾并14、34岁嗰种弟弟妹妹，然后如果开始去外面摘蔬菜啦，天数去施田啊，忙事情。如果讲我哋其他个个都生活地位，其实对嗰度今年推人根本想唔到。但是今年推人真的无茫个梦想啊，还是有啊，伊还是多多少少伊即个有想法嘛。佢阿嬷唱过一条歌以后，伊也会感觉到嘛。伊应该过听吧，即个顺利做咧。这个唔可以，伊这个伊应该过听嘛。可是这个唔全问过伊。伊感觉佢感动冇？俺妈唔定呢，反正就用来方式安尼创出来。咱跪去思考，咱唔可以讲阿嬷唱过一条歌以后，伊感觉到伊上到目嘅。但是后来，可能又开始行业戏剧嘅部分。一個嘛係嗰有緣分嘅事情啦，因為我參加嘅一條全市嘅活動啊、民農嘅活動，認識嚟嗰度嘅人，拄好一擺6隊300人嘅總條劇場，有一個劇團叫做小導彈，啲愛做民農嘅故事，一出戲劇叫做百音 reunion，嗰時間我研究啲請一個角色。係咧我後生，會彈吉他，會音樂，嗰位又會講客家話。研究請嚟幾久，後來一直請唔到。不過本來原想講我去請專業要來做啦，不過人哋嘅導演，伊個堅持講話係希望民農嘅後生嘅來演戲，來做一個角色。就拜訪到民農愛上寫經費，阮員工啊有一種任務。我愛上寫經費嘅工作人員就來聯絡我，本來可能劇本啊，本來講啊有興趣愛演戲嘛，時間我就看到劇本就睇一面演戲我冇做過呢，主要就係安尼開始接觸到嘅。但是冇做過時，因為有啲咁嘅感覺，你講講冇戲我冇做過，你應該感覺講我冇做過，我愛落去，唔係哪種啊？係。交雜在一起，中間呢，一個講，但是有個上戲。因為我冇做過，可能劇本講咩個角色過重呢，戲份很重，我做定下，我有辦法下。有冇嗰種做戲劇嘅帶，同埋但是感覺到過好搞。對，後來又感覺莊頭劇場都是素人演員，我一般唔參加。還有幾批參加咯。再等300人。再等300人。再等300人。對主要看你劇本，劇本也給我蠻多的感動啦。主要一個劇伊講咧係係藝文多王一雄。我嘅爸爸係八音團嘅團長。八音團團長，我係搞西洋嘅搖滾樂隊。我太好變嘅一個角色，太好變嘅我留下啲民農寫歌嘅創作。唔掉去台北前條路，一個角色嘅爸爸就感覺到留喺民農就係冇好，我台北嗰有發展嘅機會，就兩隻也依家夢想相同啊，就睇民意潮濕，拉嘛想感覺到爸爸唔知咁樣留喺民農，你相同佢冇好安尼，唔攞本來我做唔到留喺民農咯，就安尼吵死兩代人的不理解。兒子有自己堅持的事，爸爸不理解這樣子。後來透過民農泛水庫一個歷史故事在劇中呈現，
哦，咱本来的伫遐讲啊，哦，人类爸爸当年伫我听闽南，还是因为我来反水库，我来保护那个地方。咱可是用字讲，咱可是有一点可以去互相理解对方的故事，各位再透过音乐而达成和解这样子。咁即個啲劇本對你來講，即個要因為個團隊唱嘅部分咧邊？部分就係係我唱嘅部分係講啊，像我即個啲參加一條音樂活動下個月去表演，除開是我錄卡尼嘛玫瑰支持，你講啊我天弄些時間，學生嘅弄唔好好讀書，又面處到我爸爸嘅人，呢個時間會安尼想啦，所以就看到說哦，冇錯就。路開長輩不理解我想做的事情是什麼，嗰時看到劇本就有一種嘿，錯就係安尼。咁問題，你嘅起價點不是於啲講反水庫入嘅一個運動變成兩台可以互解，可以彼此欣賞啦，彼此去了解對方嗰時流體嘅民農嘅情形。咁你這個真實的身份裡邊有乜個東西可以開始讓你的家裡面的人開始接受你現在所做的事情？應該講，鹽水雖然一開始講啊，我感覺也係唔好嘅事情，唔過我係歸好去做，所以有一點叛逆，就是唔能講唔好，唔過我就會好，我就會愛去做。後來應做，慢慢地有一些成績，本人看得到。我開始有表演啊，有舞台本來啊，後來有人會主動的聯絡我，做得有請你來表演麼？就有一擺去屏東表演，嗰個嗰時係屏東夜市，就是衝，我就看大下，發現我陸卡人全部攏來入嚟看我表演，嗰時我就幾感動，想講哦，難道會當對面攏走過來要看我表演咯？後來我就感覺是不是我終於可以讓他們知道我在做什麼的這樣子的感覺。因為我想，有時人家爸爸媽媽反對，唔係講反對講你去做音樂一件事情，可能唔係真正反對一件事情，係希望講，這個冇因為講一時嘅興趣，不用係這個真途嘅事情啦。馬會講講這個可能會做某個其他呢那個拗嘅事情啊，嚇嘅事情，但是可能這個案件是行一條路嘅事情，我想對幾多爸爸媽媽來講，可是如果我咁樣來講。不過放心是的，所以也下不過來表演啊，也係我去演戲啊，攏會跟人直接跟人講，唔會講。唔會跟人講，係啊，你先講我來看冇，係一檔好睇來嘅咯，係啊，咁你係嘛？唔幾時係去參加一個百厭要 reunion 嗬，所以係個戲劇裡邊喺度排練嚟叫啊，排練差唔多兩半年有，排練兩半年咯，係啊。咁喺度表演嘅情形咯，即係感覺到有本嘅地步嘅嗰種睇人嘅嗰種努力啊，有感動到。有呢，因為大家攏係唔係做嘢嘅，扮演嘅相處，導演很認真仔細的教導，到演出嘅時間，大家嘅能量攏幾好。係啊，因為我睇我哋講首場啦，嗬，睇場睇都睇面容本體嘛，嗬，其實睇下人嘅反應啊。得多回饋歸好啦，因為第一個是大家不是專業的，可以做出這樣子的戲劇，我自己也覺得很厲害。各位，一個故事又係呢個貼片咧，又有帶到一下嘅情況，又有帶到過去嘅歷史，又有西洋樂傳統，又跟傳統音樂嘅結合，對，算係一個幾有亮點。大家演起嚟會同大家。師兄呀，聊聊看看他們的心得什麼，得到的回饋都還不錯。我想到對音樂行戲我哋戲劇我哋專業會發現到個，其實這個可以做事情咪嗰度，休息下，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闽南嘅村民同人講，希望我去參加呢6隊當頭劇場百厭 reunion 伊哋發通伊哋歌唱項，所以想問一下，因為頭先你即係講我嗰度講，開始去參加一個戲劇嘅表演嘅時節，你即係發現了伊哋感動啦，還有伊個歌唱。咁後來呢，你即係睇下地位，除咗係我哋講做嘅主角以外，
你要去参加拍咧嗰種角色啊，無論音樂嘅個，因為音樂算是你這個本行。做啲特別分享嘅行係因為當初嘅聽我做用，也個我演戲嘅時間，我為了用我自家唔愛按講一個事情，就是請人哋學校嘅有大眾傳播學系啊，因為平時會拍片啊，拍作業，會需要一些演員，就同認識的學長姐問講做啲用來吃虧那什麼，就是去想要多接觸演戲這件事情。就幫忙學長姐演一些角色，甚至到後來有去做那個其中一個劇組的畢製的主角。可是問題係，你頭先一開始有講啊，你對開始準備到後來表演到扮演的呀，咁你話有時間去練習咯？因為學生嘅拍片呢，唔可以講話拍按長時間，可能一個鐘呀1年就會拍嘅比較。微電影類型的3年就拍嘅係。嗰時等於你講，其實你都去參加安尼發通，比如這個有一個喺鏡頭前面表現的一個機會，一方面了解這個嘅動作，了解這個嘅做戲嘅嗰種形態，同時了解這個我哋講微電影的話是鏡頭前面啦，但是真的舞台劇嘅時間，就變成面對台中嘅一種情形。但是因為你這個嘛本來都有表演的經驗嘛，嗰時其實慢慢緊張嚇。幾緊張，因為邊個衝過去韓國緊張呢？邊個衝過去？因為完全冇佢嘅表演形式啦。衝過去係喺啲個自然嘅做藝自家嘅事情，唔過演戲係喺做其他人。要行到一啲固定嘅嘢，有一個情緒在裡面。要有一啲感情，要講出你這個講嘅話有冇記唔得？同時要話批下朋友。嗰種朋友記唔得，如果影響到你，我哋朋友行到人位嘅，你要想辦法叫出去。但幾時間你咧排練嘅時間，我情緒冇幾多冇，狀況冇幾多冇。係啲排練嘅時間主要係第一個較困難嘅係構圖，因為我哋團人讀書，所以每禮拜攏會對團人安尼前進歸來，辦樂器啊安尼睇報寫報寄過來。嗰個行嘅就係因為大家平常時攏有自家嘅條路，所以我大家。攏都強下來擺，個困難，所以有時就下禮拜先擺唔同慢年，下禮拜再擺慢年。大家都強下時，以為雙擺唔咩安尼啊，下擺唔咩安尼啊，以為嘿哈，就要回憶一下，又重新敲過，所以一個過程夠辛苦啦。係啊，因為他講嘢都唔係專業嘅啦，唔係講真係是不用係所有嘅東西來參加呀，反正我說真係都。我擺的他講嘢有限的時間，一下也2人先擺，但係人也先擺。我說比如講，這個算個半年的時間，但是他講嘢強下練習的時間真的冇幾多呢。其實冇幾多。其實真的冇幾多，尤其係講前一站的可能他講嘢擺係真是全部嘢要重新擺的時間，可能冇幾多機會他講嘢強下彩排。呀，所以其實大家攏真是。幾厲害呢？因為我看過嚇，我發現到其實我根本都講半年咯，咁我半年排得出咁多時間出來，伊可能對專業嘅嗰種戲劇團嘅話，伊可能有辦法嗰種免疫排法。但是你可以講，你可能你平常愛讀書，假日我過來，然後假日過來嘅話，夾咗個阿伯冇傾有限啊，可能嗰時話要10天啊，某個東西，嗰時你可能都要先排。這個看有限的嗰種人嘅部分，但最尾他講嘢，攝卡放落嘅時間其實都差唔多要表演的吧？差唔多要表演的，嗰時間真是幾緊張。係啊，因為真係他講嘢，嗰時冇辦法，一天先表下落嘅時間，我差唔多要表演的。係啊，跟我都發現導演的嗰種心腸真係太了不起，真是，你在全部素人。對，因為我看到嗰道窗，我都發現那個有條阿婆在上面啦吼。一上去啊，都發現到佢夾表也見到唔講話嘅哦，因為伊都記唔得咧。係啊，嗰種講，譬如講，你這個一下上面嗰種你這個對戲嘅角色，一下記唔得嘢講冇得講，伊把講嘅話講相反嘅，其實能用嘅。一個嘛係蠻臨場反應的，主要
多样不然多样不然一个滚样啦，就会反正不管发生乜嘅事情，你做你，再做下。係啊，因為上戲唔可能講，啲啊講差喲。不過做在 TV 分享係一開始面對到一個出那個跟劇本不一樣的東西，會很害怕。不過到做啊第3重嘅時間，我們有很多跟劇本不是說不一樣，就是演員已經有出入的東西了。演員會故意加詞，然後加一些好笑的東西，你就會覺得一個事情反倒變加鬼神奇。但是你都發現到講，當你這個可以講睇台詞以外加這個東西時，其實只角色都同已經合強下。其實應做會跟這個角色越來越熟悉。冇錯。其實人都發現到講，其實唔講嘅話，嚇唔講嘅幾條做幾條事情，其實都人家角色一樣也一張嘢。嗰時都變成別人嘢，而都變成別人嘢。嗰時都變成，你最把講嘅話都變成鬼刺人嘅長嘅話，可能同原來以前嘅台詞可能已經完全冇同樣。係啊，就因為刺人。部分還是我哋行到下一啲部分嘅。對。我啲講超一擺方，其實睇面濃嘅話有2場嘛，但是由於場嘅高工都慢慢。幾百一般慢高工嘅嗰種經驗樣嘅。嗰啲片就面濃場唔會看到。大家攏認識嘅人，跟嗌嘅乜人啊，跟嗌嘅乜人啊，安尼大家向下啲去嗌做嘅。到晚晚些時間就做本其他總體嘅向前看。眼看佢哋嘛，得到的回饋很好啊，覺得一個故事歸好，你們表現得很棒。當時我聽到這些回饋也是非常的開心。我問哦，做本這個總統眼看過嚴重，還是做本配的總統眼看過嚴重？其實吼，攏過緊張，沒辦法對人哋嘅判嘅困難，我蠻同意咯。應還是多多少少有吧，譬如講，看到這個總統眼，隔壁嘅阿婆要來看你哦。比如這個總統會夠緊張啊。係啊，這個總統要看你要來看。從20年睇大下嘛。要做啲，要底下平常就沒安尼嘅人。係啊，講配咧總體會，我講咯，原來是可多多少少好人，我感覺做鬼好喎，好唔啲迄感覺真的還是假，但是至少好温面少少，我講真的做鬼好，但是這個總體會啊，在我給哦，凡事可以都唔咩你。反而在自己人面前會比較害羞，放不開一點。我想問一下，譬如講，你這個要參加我哋呢6對3百個總統劇場嘅一啲表演吼，對啲在地嘅人來講法，你比如講。安尼戲劇嘅一啲演出，對你即個來講，你即個感覺嚟講，最大嘅感想係乜？因為我印象地背啦，睇面路，我韓式都睇，除了歌仔戲，好似冇看過安尼個戲劇在莊頭呈現，而且又沒講啊，搭一個國泰舞台啊，就安尼睇，沒有條件的廣場，就背板立一立。就開始做戲安尼，對我來講，一個很新的東西，冇吃過，嗰個又同觀眾很近，又是在地的故事，本人重新去認識一個地方安尼。因為就頭講，一般我哋看到我哋講做演戲啦，吼，台灣都講從歌戲啦，吼，冇嗰種，因為做嗰種我哋講神話故事啦，吼，嗰種其實同我哋神話。有過演的嗰種東西，唔單止伊能做嘅，伊能把個裝，其實如果講我就叫做做戲。但是人家把做，話你講總統劇場地步，其實用嘅都係人民農在地嘅故事，嘛用在地嘅人，然後連寫出來。嗰種我希望講，從嗰種唔知個做本1萬人看嘅時間，你等於講，你從1萬人去了解講。你的民農有發生過樣的事情，譬如講民農反水庫，其實說民農反水庫算是我哋台灣佢睇一啲沙非的運動，但是對於可能佢對其他總體人來講法，伊冇安尼急迫性的壓力啊。對於人來講，伊哋都談講，迄個嗰種新聞事件，對民農人來講，亦係個重要嘅一啲沙非事件。對其他總體人來講法，伊可能係個新聞事件，如新聞上面的一個標題罷了。但你這個把民農故事做本1萬人看的時間。這個我感覺到講，其實我喺嗰種把我這個嘅神話的東西囤，喺總體人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其實做一個戲吼，我自己是很希望觀眾的回饋是說，做得去重新思考兩隊人的關係。看到一個
因为你看戏还可以从第三人称视角去看，看到那个梁子牙用来炒事，用分配啲上目嘅事情，用来好嘅。啊，这种事情伫自家嘅生活中，拢会遇到嘅。唔可能同人来有唔好啊，同人妹，同人爸爸妈妈有来冇讲好嘅地方，导致有些摩擦。那能不能和解？可能大家要靠自己。不过就主要，沿住本面农人看面农乡亲，係迄想法係希望沿做嚟去重新思考两团人嘅关系，各位嘛，今日嘅心情大家去温暖去。周边人看，除了小解面农啊，还有好多主持人讲到的本人重新认识面农反水库嘅事情之外，还係希望大家做得去思考，自家同晚辈还是长辈之间的关系。其實聽我哋節目最尾嘅時候啦，我都同講，其實學嘅專業哦，唔單止會寫音樂啦，會做戲劇，為咗佢貼配咧，一啲算是技能。你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有乜個技能？就喺我對貴種嘅時節，就開始咧整那個小菜嘅甜板咧。咁我哋算是說我哋關於傳統嘅小菜嘅整甜板啦。都根本咧，亦係即個都靠喺本地嘅工作下。唔係，其實嘅養分係係很細時嘅喺補習班上課，啊，我補習班嘅先生，伊都靠係喺一家人整甜板嘅一家人。嗰時就問講啊。有學生嘅上一來啊，咪打工嘛，啊，嗰時就要冇錢，要佢上去買一支吉他，就想講，好，我去做些安尼。啊，一開始許多嘅片嘛係，因為韓式嘛各種嘅，就聽說包裝啊、出貨啊，有點像是代工的感覺。天天嚟印做印度人，都見做嘅鐵板人嘅，慢慢嚟聽到一條老師傅學嘅條傳統嘅技術。啊，慢慢你嘛看到甜板的加出體來嘅。下一邊我哋可能都有機會識到專門之家，啊，哋同埋整出來嘅甜板。今日感謝專門人嘅現場嚟分享農業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再聽我哋欣賞來運動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